家己的母语家己救。这几年来，有寡烦恼台湾语言将会流落沦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评估的濒临重大危险语言等级，不时伫基层拍拼咧抢救咱的台湾母语。多数台湾选民面对这种非经济毋是福利的行动，拢无感觉。为什么呢？话若要讲透机，目屎就飞袂离。既然政府早就有了解联合国大会1948年决议通过，并且宣布的世界语言权宣言，而且知影1996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也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内容包含语言是人权这项国际上普遍受重视的代志。独咱台湾顶到下的公民，就是无要无紧，连人权推广单位嘛无咧陷害。借问咱家己敢有重视家己的母语人权？敢讲咱家己的母语人权，家己毋救？虽然自2001年起，有伫国小一礼拜一节35分钟的台湾母语教学，将近20年来的结果，台湾母语的使用率是愈来愈低。即句40岁左右的爸母会讲台湾母语的比例无悬，因的囡仔当然袂晓讲家己的台湾母语。即使台湾母语已经含入联合国公布的倒闭群体内，阿公阿嬷一代使用，群体内爸母一代会当理解迄个语言，但是并袂对当年龄层或者是儿童使用的即款重大危险性的语言。另外，一种语言若有符合下面这3种情形，才有可能继续生存落去。第一，伫公共场所、场合有人咧讲；第二，伫大小型传播媒体有人咧使用；第三，伫各级学校有安排教学课程。若照目前政府对台湾母语的向定性做法，实在无做无死，愈做愈死。总讲一句，就是政府必须强力营造台湾母语的大环境。大环境就是多数家庭有咧使用母语，重点是政府爱鼓励家长咧，像讲设母语家庭表扬，设立各学级的母语实验学校，加上大力出版台湾母语图物等等的有效措施，长期落来，才有才调保存台湾母语
普遍使用台湾母语，才有法度避免台湾母语濒临灭绝的厄运。